各位同學，大家好，我是班中的主角，終於返嚟啦！大家期唔期待自己係咪9月份嘅班中主角呢？9月份嘅班中主角呢，我哋會邀請幾位同學幫你讀出嘅，我哋就快知道你係咪今日嘅班中主角啦1A 班梁月瑩同學，郭嘉瑜老師欣賞你認真學習、熱情活潑、有愛同學，你勁是同學嘅好榜樣，也是老師嘅好幫手。1A 班有你真好。1B 班禤思華同學，郭若君老師欣賞你係一個合群乖巧嘅好孩子，上課時特別專心。老師喜歡你時常眼仔碌碌地望着老師上課嘅樣子，好精神啊！希望你繼續努力學習。2A 班盧庭軒同學，駱詠文老師欣賞你專心上課，主動幫助同學，每天也交齊功課，努力溫習默書。午飯時協助派飯及維持秩序，謝謝你，希望你繼續加油。2B 班李天佑同學，麥天雲老師欣賞你專心上課，用心聽老師講解，交齊功課，努力完成，也謝謝你常主動幫助老師和同學，又照顧身邊的同學，繼續努力，加油。3A 班施海林同學，李志瑩老師欣賞你喺英文堂上積極回答問題，你嘅英文講得好流利，都可以成日運用完整句子表達自己嘅看法，令全班同學都獲益良多。老師亦都欣賞你用心寫字，每日幫咗班主任填寫課室日誌，繼續努力，加油。3B 班曾銘宇同學，董希朗老師欣賞你開學1個月，董 Sir 見到你十分努力幫助同學和老師，而且你能獨立思考，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，老師很欣賞你，繼續加油。3C 班蔡卓成同學，石家傑老師欣賞你上課時十分專心，踴躍回答問題，並經常幫助同學。此外，老師也欣賞你作樓層小息時主動協助老師，領袖心維持課室秩序，是一個正直的男。4A 班馬迎心同學，陳佩儀老師欣賞你勤奮好學馬迎心，處事公平又認真，協助老師最細心。4A 班的模範生。4B 班黃雅麗同學，張啟儀老師謝謝你每天幫忙寫黑板及點名，讓班主任課運行得更順暢。亦樂見你把課文的維持造句應用到作文之中，讓老師眼前一亮。相信你能日益精進，不斷進步。4C 班陳宇俊同學，余老師謝謝你每天主動幫助老師、幫助同學。余老師認為4年班的你比3年班的時候有很大進步，包括更加守規，與同學也能融合相處。老師欣賞你認真做功課、專心上課的學習態度，也欣賞你每天都能把飯盒內的飯菜吃得乾乾淨淨，一點也不浪費的惜食態度。5A 班周子晴同學，李慧儀老師欣賞你在課堂上積極參與以及對同學和老師的用心幫助，你是大家的榜樣，希望你能繼續保持這種精神。在繁忙的日子裏，你的幫助讓老師能夠更專心地教學，真的非常感謝你。5B 班吳明恩同學，林老師想同你講，雖然你係啱啱加入我們班的新同學，但十分欣賞你很快就融入了 5B 班，同其他同學和睦相處，投入課堂，希望你繼續進步。5C 班黃俊偉同學，蔡舒儀老師欣賞你上課用心，功課認真，感謝你每天幫忙計算分數，常常協助組長，繼續加油。5D 班林以晴同學，葉應華老師欣賞你上課時專心積極，樂於回答問題及勇於發問，也樂於協助同學，時常交齊功課，與其他同學和睦相處，繼續努力學習，不斷向前，加油。6A 班劉慧同學，
梁碧芳老師欣賞你是個守規自律的學生，不用老師提醒，早先用心完成功課，抄好手冊，安靜聽課，有愛同學，你好叻啊！6B 班黃子軒同學，黃宗林老師欣賞你暑假過後你的改變和進步之大，令老師刮目相看。學業方面，你專心上課，投入課堂，踴躍回答問題。品格方面，你改善陋習，虛心聆聽，樂於幫助別人。希望你能保持這種態度，成為更好的自己。6C 班何子晴同學，陳君豪老師欣賞你做事認真，有責任感，而且你很受同學愛戴，是我們班的全班之最，是6C 班的榜樣。希望你能享受這一年的學習，讓自己成為更好。6D 班陳玉燕同學，袁樂儀老師欣賞你樂於助人，會教導同學中文知識，你亦很有責任感，能完成老師給你的任務，是老師的好幫手，越來越有進步。希望你繼續保持良好的態度，加油！